内面嘅汽车李小健，汽车做得讲系全世界最内面宠儿，无论伫样板嘅环境都做得神顺。先生是讲过，地球伫人类出现嘅3亿年前，汽车嘅老祖先早是伫遐世间咧。佢脚鼻等硬顶顶嘅端木当敏感，略略嘅感受到唔错响，暗时走到两脚无搭梯，一山木就仰慕重阳。牧羊嘅细细只，该是系我最强嘅生物咯。冬夏头一只半夜，我本身用点皮骨同蒙肚留顺口嘅学识长生不老，忽然间感觉到有乜嘅东西对我嘅嘴角扫下过，有条羊，我纯手一背命到一只硬硬白白嘅壳，水把佢摸住前先嚟，阿妹爱，定挨嘅前头呢，一只睇汽车留我两对象，后当我心肝胆尽，调查一时写出来。一上后脸怪死到为了踢，阿爷咧沙上鬼屋，微微滚做乜嘅喏？阿妹啱时开门落来，我娘到救生来咧，是实实表过去男人几嘅都市，我能讲气又气。顺带我嘅娘实际娘下去，佢竟使出飞檐就白睇法娘啲澎湃白枪等嘅汽车，就将一个做定金娜娜嘅时装，啲嘅乜事桥派条嘅路线上。阿妹离离嘅木船沙过去，手板前脚踏出七嘅海，啪一声，沙到得准。不过睇起车尾唔上瘾，下开扑热，使出悟空术，将冲子样对另外条背过来。我吓到威望失田，夹夹标上面床，一时啲就唔记得自家几件超棒嘅体重，有前面骨到面床边等绑跳夹，你下惨咧，唔伫喺面床边踢扑，也系爱踢太桥，佢家一上。面窗表沙本来电笔体咧，面窗表为本电搭咧，很实实下来，挑选八面威风嘅阿妹，也无心认真，专心过来关心。我哋嘅受灾难民，任其乜個其他七二海，出啲邊愛嘅強能度，心肝膽酸嘅愛，影響到海帶和黑黑陰定其他嘅一批泡熱是跳到很較高。棒一上採購嘅面窗表，真是本來電立一太空。該行阿妹嘅面揚起來比汽車很較定人強啊！喺阿妹嘅學習上當中，翻上嘅汽車拍腳劇，一下就轉一百站嘅四碰度狂명起嚟。下後，我驗定阿妹少男嘅屁股見相，係汽車戰到順口嘅比賽長生不老，唔知哪個會較厲害。野球各天2年作，天時播出台灣區睇到世界野球12強冠軍，所有嘅球員聽到男強下有小有無，呢隻冠軍台灣訂有32年研究咧。頒獎典禮上中華奧會會過，其現場讓比賽嘅台灣球迷目接臨感聽人睇上場，讓全部嘅愛也感動到鬼神看蘑菇碰碰起，想起世界世界，我就撞到一群聲音盤當現野球。從頭為超定去練習打野球，見地到乃是有野球比賽嘅轉播，是為超帶定愛電頭去阿良北嘅插貨點強下讓轉播，大家做下讓到同一分，心情也會停定中華區嘅打擊，然後防守起起落落，讓到中華區打出安打也係全壘打，我哋會歡喜聊天，見猛人分幹又唔會失，唔過那係分撇沙得分，大家又會笑到愛無天。大家平常時打球冇辦法，唔過到進步讓比賽嘅時節，沙要變成像專業嘅球評，特沙是像自家當為用。我條打球嘅球棒係留賣神參書嘅阿崔白土嘅，球係學教先生冇愛嘅名球，小佬係我條用幾種球波支撐強下執出來嘅。球場是喺阿明古基復選嘅空地，個用幾地全國做濾包，是好勢都難唔得嘅。有一擺，我哋當都嘅打野球，我叫阿王讓到我哋嘅球啊，才開始搬入用，球傳到奶，其實對到奶，也冇注意，阿王約起來夾到球啊，是走到田度去。
我哋為到將唯一嘅橋對轉來，那還未估得到嘅係人辛苦講嘅天，鬼親聲音是表落天度對阿汪，地上大天做事嘅阿佛伯，讓到我哋鬼親超落天度，睇馬上多人還對定過來嗎？快些哦，快些哦！天朝快了了，冇人搞着希望，你哋冇對冇暗示。阿汪讓到大家對來，沙行較長，表上表落之後本來就對。是按樣阿佛伯對我哋對阿汪，留一票好好嘅田，超到外國插法。今日轉入了後，大家做下識到其他人準備嘅好料，竹筍炒肉時識到爆必必嘅。睇了後，雖然大家時散各地各地冇共樣嘅成法，不過尊重下嘅時節，係為超強下泡茶草料。講起我哋嘅要歡喜，要快樂，要目擊，要瀟灑嘅童年。家下嘅我哋雖然乜嘅都冇錢買筆，冇錢買燈塔，冇錢買玩具，不過我哋有最單純嘅快樂，還有最珍貴嘅童年。幫人鬧嘅木棉樹，後邊連演奏學校籃球場上，仲有兩排青苔條嘅木棉樹。當然，一到30年木棉花開發嘅季節，花開到冬老，桂樹當風啾啾清好樣，係企到樹下烏頭樣，紅色嘅花托頂拍遠，又讓講到特定人安樂。寫到過路嘅人沙沙就講，哇，色彩很強哦，很浪漫哦。但係你沙地，你花講係講，唔過會清咩水音。講嘅背後，其實係一場定因為有本人頭拿起嘅噩夢，這就像講嘅陽華人係啲所殺嘅艱苦咩？秋天嘅舊強風，小小棍吹定樹當嘅入日繞啊繞定就啪啪跌到規籃球場黏黏嘅樹入日，負責掃籃球場嘅外頭，人哋就受到再度皮翹。時常打造就受到規身汗流脈絡，像做乜嘅大條路樣。一條樹入日清咩聲音，讓數就數唔利，肩擺長數好，一清風吹下來，煙彈手槍嘅地方有滿片嘅樹入日。籃球場鋪定一層綠葉，時常係鬼皮樣。等春天來咧，天氣還稍暖掉了，木棉花就開始動開。該像羽毛球安台，火紅色嘅花蕊，係另外一種風情，是才講。我覺得天底下不是時常有一層噴噴嘅花壇，係講唔是數。我可能未會欣賞幾條嘅講，該一蕊跌下來嘅紅色羽毛球，大部分嘅係另外一種麻煩，是才無嘅實。撒下來花車咧，等等春天腳步纖纖行人，面絲也開始隨風背到萬奈。一條白色嘅面絲又係新嘅挑戰，幾條半風吹到那黏地內，大家各頭各背就有幾個種隻。實在數唔會睇，個名嘅人耳都記到，仲係綠木竹，仲係黑潮噴田，實在當等人鬧，半點都感受唔到那位浪漫。面試過了又會開始數樹入嘅數落花，年度年按樣個上都是會講，我調價了講木棉樹按等人鬧，佢應講，信仰講係講來鳥等人講，花跌下來，超到往跌車，乜嘅都係有一好無兩好啊，一年頭天。木棉樹帶來無窮樣嘅面貌，寒天嘅落葉，春天嘅落花，天然嘅面絲，所以喺木棉花嘅行場中，唔但將欣賞到幾個獎，也喺啲表述嘅高長度，學會了耐心，還有堅持。每一擺嘅表述都係到自然強下嘅一種方式。雖然冬天，還係不容易感受，欣賞到生活嘅好浪漫。幫太叔嘅指揮持弦裝演奏，也係最尾一場嘅冠亞決賽，談到邦一上，新一沙先生嘅上手聽人氣，
当声音双手确现，体落缩，身体向后弯，脚翘地向后展，手夹下夹顶的是日头，心跳上地胸脯打落鼓，顺顶额头流下来的是整体上会让的汗水。没想到，对手因莫失落来到技能过，第一场比赛上输脱。感恩嘅心情全写到面呢，想到长春一摆机会，大家嘅心肠卜卜表，顺条加油嘅同學未陷到世界難命。先生我愛到心情穩跳台起，堂姐就是日頭，雙腳會將當代體內下揚，每一步都穩穩健能榜樣嘅人，總算計轉變第三場嘅機會。第三場嘅衝上棒又響起，大家同心協力親轉信心，強下獻出心意啥。心意啥，一步一步退後，就會一步一步向前。也激發未到嘅耳孔順響起，結果呢又結過去嘅太落索，都像因為受過了又受過去嘅沙果，讓人兩位沙果強強就會流過去嚟。同學嘅加油上進來進台上，親像聽手拉定嘅條紅色中心線，天天呢又挖轉來，在躺到棒之上，世界上點得一秒。岩時歡喜樂天，大家都聽到跳起來，鼓掌抬頭。冇唔錯，我哋榜樣最尾嘅日常比賽咧，上起了學期學校舉辦嘅班級棒體操比賽，運動評論接上兩度當到班級啲嘅練習。該報嘅先生喺體育課教大家認識棒體操嘅基本規則同技巧。請記得先生講，棒體操唔係比你啥下體力，係比你隻班級較齊力嚟技法。談起來當簡單，而做出來是無限怪。為到培養大家團結合作嘅精神，打敗嘅練習是由同學嘅手把掌起水漂，由同學嘅腳趾頭擼到爸爸，我就跌到四腳仰天娃娃滾。不過冇人講會用太危險，禮拜比賽正規嘅畫面都係愛到向前進嘅分析。來去體操，愛到學習運用辦強下來跳起，運用辦來持續日頭，運用辦堅持自家嘅定位，相信追求。兩尾後腿係前進，用倒腿來完全榜樣，切心將會有體力，欠一聲音都做唔得。每一場棒體操比賽，唔但淨係體能嘅素養，還加係決心嘅考驗。我哋用團結合作寫了一場奮鬥嘅故事，我本來學習到向後退一步，就會向前進一大步嘅人生智慧。繞出未來領前輝年早，講到良人會想到乜嘅？我想大部分嘅人聽到嚴時就想到受搖背。對我來講，良人唔單止一學，還加像係一種本人表揚歡喜嘅小幸福。唔管係中學後，老朋友買一杯健康、健甜、健打最久，也係考試考得到自家鼓勵一下。一杯良人仲做得帶俾我一隻好心情。我最中意嘅良人係珍珠奶茶。奶茶嗰種濃濃嘅美思，韓國深下嘅珍珠，見擺適當嘅時節，閨女嘅煩惱就會唔見得咧。超珍珠嗰種感覺，唔啲樣辦就知道本人真滿足。不過，學校健康教育課未接上提醒你，你喺青島兩湯粉都當過，那係當日都啉良人，可能會拌到配卒卒啦，韓國有蛀牙嘅問題，除咗對你嘅身體唔好。學校先生還提醒你反駁嘅問題。先生講，你咪俾良人歡喜10分鐘，地球可能會花幾十年才做得分解嘅條塑膠杯啊、封膜作管，尤其當到面都凊彩得，最尾可能分海洋地背嘅動物食草，嚴重嘅火還會開幾條屍體，當然係將地得。原來你當日啉嘅一杯良人，未肯定很多問題，所以我要開始做了一系列改變，比如講，我買啲下會自家泡茶打果汁，還會做鮮草凍加牛奶，新鮮又抗菌。啲下我咪會帶自家嘅環保杯去買良人，還做得3-5個月呢。良人又冇同樣嘅口味，就像人生同樣，有人中意甜嘅，有人中意酸嘅，有人中意濃濃嘅奶茶，有人中意加醉嘅冷泡茶，就像你每一個人嘅人生。
咪无可能但将一种每事天天。有时这是添加像考试打头名，朋友送生日礼物；有时这是算计像老朋友演假；有时这是苦计像考试压力大。因为有了条无穷用的每事，人生将有层次有故事，就像入了一口有条苦苦的暗叉后，颠倒会卡进下下一口甜甜的暖泡。生活都无可能当日都顺遂，未无可能日日都快乐。那肯去体会了条酸甜苦辣，该是为便利成长的一部分。用饮做得大部分人快乐，不过你绝对未学会选择对身体好嘅、对地球友善的，反而有准则。就像人生中央唔系追求越多越好，系嘟嘟好最好。我系事实上就有年罕世嘅爱，最熟悉嘅唔系哪件补习班，也系才艺班，系闹热又年轻妹嘅夜市。为咗本来有较好嘅生活，阿妹你是条啲天然做事，点啱咪有表定副夜市摆摊啊卖2款皮包夹不了掉。闽南夜市、高速夜市、六桂夜市，哪边有人，哪边就有阿妹嘅信仰。阿妹虽然当日中上中下。不过我冇听过佢陷入上苦，佢压定压件淡定硬，帮人操件上得襟嘅前线，系我一成人爱坚持学习嘅。佢向嚟张脱骨笑，阿妹仲为私定佢解台上献茶来接我下课。这辆茶儿就像一只蛇形嘅仓库，伫要带到黏黏嘅火炉铁架儿。不过阿妹就像魔术师，用佢嘅口手敲出一只蛇空尾本爱错，虽然当尖当歹错。不过我还是会听到更多句，是讲我无衰退，我就为了阿妹强下办法摆摊了。当然，有时节我会早日衰退，享受一下本阿妹写嘅贴钱。摊了摆好势，我会拜托阿妹帮我80万元去买最好食嘅破鸡髀。行到鸡摆摊嘅时节，我会顺沙顺路。规只夜市，监督大家要认真做生意么？所以大家都很爱夜市嘅事市长。用人谈嘅阿姨为约束很爱去，市长也比珍珠奶茶抢啉，买 QQ 乱嘅条价未为热情讲，阿弟姑了包提起老남의强下世界世界嘅爱，受体认识嘅东西，尽管都重念了快乐老傻逼，也是未爱体一摆穿收费嘅地方，大摆隔壁买享受界嘅条价人受唔啦，就会很爱去天寿落台清斤两，做到简单嘅舌头。3点钟就赚到300斤元，对当时很细细嘅我来讲，就像是出头奖300万样嘅痛都难唔得。是讲条价无钱我就留伫阿妹嘅摊儿天寿有银卡、手签、早签，甚至不懂手皮嘅定银卡我弄记得仲喺小人讲，你出题唔晓视察日，还有乜嘅唔会嘅。该时节嘅爱，皮控已经跳到上我改变起嚟，也是。唔但像喺我食嘢夾收費嘅地方，更加重要嘅係，該位有愛到阿妹良知愛快樂嘅回憶。你下睇嚟之後，大擺行業也是，讓到一盞一盞嘅前火，一個一個無限啟發嘅信仰，仲會想起頭擺嘅團結咧，嘅良知愛嘅信仰，啲也是順來順去嘅事實中，韓國用雙手長期一握卡嘅家妹。西瓜社附近2020年早讀小學嘅時節，當年暑假也會都會再去加功夫卡聊1-2整夜。記得有一擺阿爸視察經過西瓜田，釀到嘅西瓜一粒一粒到蘆筍貼到高高，筍條一地排嘅下年一粒100塊。阿妹啱時講，用按便宜，這個工錢都唔拉哦，
就喊阿爸老查尔停下来，偷了一粒太西瓜带去加工屋卡，都会啉暗暝，天气还会冻热热。吃饱夜过后，大家将手着几张凳子到太树下聊聊打嘴鼓，伫坐下老家教停手，老介粒太西瓜剖开切做一点一点，家教最色都会跌下来咧，就先切一块粉屑。哇，沙沙甜甜又透心凉，很好吃啊！家家倒去太树下，大家一点食过就一点，食到碎做绿皮，也是第二公孙糖到嗡嗡嘅上。原来是一只乌蠅拍喺本西瓜嘅甜味上度，就伫那个旁顺背上背下。认识西瓜哪有时间插机，就凊彩用手分量下，想要留佢分走，冇想到过某一下子，也唔知四个乌蠅又背转来嗡嗡嗡嗡，实在很令人闹。人讲话没有日普特，天生万物都有几个优点老用处，将群落嘅糖朋友为菜物，渐渐嘅一个做得本人欣赏。做乜嘅粒乌蠅就冇半点好本人吃呢？上到菜嚟講，兩粒木竹蠅太太粒，規身又烏索索，所以慢奶嘅強烈度，害人學力度。只談到聽人講，有人病譜就有人笑，捌頭就問家公，阿公頭擺年都喺度屋卡學一條苗兒來作老鼠，唔講粒烏蠅最驚乜嘅喏，來學一隻，安樣就唔驚烏蠅來作怪咧。阿爸伫變選堂度早起嘅聊講，家裡學一隻拉好麼？阿妹愛哦，冇講笑啦，一隻等人鬧，又來加一隻等人驚，板件不良冇卡樣，發到盲講說，該隻烏蠅又背轉來咧，很強到西瓜檔，木當當嘅，娘電機背啊背，最尾停喺頂頭面，機會來咧，殺氣波子，對準就會打過去，喊阿爸夾嚟停手。露台咪興嘟嘟來釣鬧熱，大家七手八腳只行讓到小電講，唔是按摩漢夾夾到西瓜皮收起來，冇變啲個寫烏蠅卡就讓啦。係哦，像肉寫烏蠅，實到西瓜皮變到垃圾袋，再個踢到輕，按樣一等人鬧嘅烏蠅就冇去好長了。雞卵花仲好是研究，也包括韓國沙期嘅工人，讓到雞卵花有快樂。向你隨風吹嘅拍發黃線，落地石頭路面，將一粒粒濕好切開來嘅卵，親像愛行人停下腳步，天天嘅欣賞，愛顧下來，念起一類將跌下來嘅雞卵花。佢雖然離開嘅樹話，不過冇難睇，還係拍槍，有輕嘅清香味，讓到粒類花。我啱時就想起來，前幾日學校舉辦嘅同福卵發通，今日我就邀請對龍潭北京農場來嘅劉太姐分享友善育養嘅觀念。佢表示，今日若係育菜農兒多，無法度持有行動過長一頭，就會變到當緊張。3不2時就破病，生出來嘅卵當然唔會健康。佢還講，台灣現下經濟友善育養嘅雞卵，太快將量上天。大部分嘅雞卵還係來自各個農嘅友善育養，係一種尊重生命嘅育動物方式。呢場活動唔但將本大家了解動物嘅福利，也感動到家長。有一個阿妹講，原來搭粒雞卵背後，就有一隻雞媽快樂也係悲哀嘅故事。下禮拜去市場買雞卵，為喊佢記起同福卵。活動當中，成年人係用同福卵做卵件。有一個學生嘅講，係講雞兒會小，佢生出來嘅卵，天速會較強健。談到呢句話，我知道當感心。家庭教育日，我哋要教成年人安心食東西嘅方式，咪教佢哋關心生命嘅方式。我要想起去年學校老求嘅學機場改造生命教育演期嘅時節，咪期盼過一隻祈福卡嘅活動。有一個學生寫，希望雞媽做得過定幸福嘅生活。短一句話就展現出成人對生命嘅尊重和祝福。呢情景就係我哋做生命教育嘅目標，教成人對尊重一粒卵開始，
了一个生命的假设，学会温柔对待世界万物，就将极端化的一生化开代表神圣，化车就会离别。虽然花落到天底下，不过香气还在。人的强壮是一生人心中有爱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虽然有一日天初会离开，不过未会留下本人记得的印象。我等公认满天内的极端化，相信我哋今年为声音的世界的生命教育课程，虽然在过程当中有细节会受到打击，不过感情上还会较多，因为我哋送发本人所留下的意义。